位聽眾，歡迎收聽神中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8月6日，題目係污濁與潔淨。是日經文出自列王紀下2章21節。他出到水源，將鹽倒在水中，說：耶和華如此說，我治好了這水，從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出產。以利沙將鹽倒喺苦泉之中所帶出嘅屬靈功課，同幾百年後救主向門徒宣稱你們是世上的鹽嘅時候所授予嘅屬靈教訓係相同嘅。鹽混和喺污濁嘅泉水入面，就令到水源潔淨，令到生命同福惠澆灌荒蕪同死亡之處。上帝將佢嘅兒女比作鹽，係為咗教導佢哋作為上帝施恩對象嘅目的，就係要成為拯救他人嘅媒介。鹽必須同所配合之物調和，佢必須經過鹽滲透浸漬，先至可以保存。照樣，藉住個人嘅接觸同交往，福音嘅救贖之能先至可以傳達於人。人得救唔係集體，而係個別。個人嘅感化乃係一股力量，佢要同基督嘅感化合作，並壓制世界腐化嘅蔓延。佢亦都要藉住純潔榜樣嘅力量，聯同熱切嘅信心同愛心，提高他人嘅生活同品格，使之奪於優美。污濁嘅河流代表嗰啲同上帝隔絕嘅心靈，由於罪嘅緣故，人體嘅組織系統變得紊亂，令到人心智腐化，思想敗壞，人所有嘅才能都被削弱。純正嘅宗教同內心嘅純潔付諸闕如，上帝嘅改變之能無從運行，以改變人嘅品格。領受上帝聖言嘅心唔似乾涸嘅水潭，佢似長流不息嘅江河，越向前湧流越益深廣，直到佢一道賦予生命嘅水流遍全地。上帝真正嘅兒女亦都係咁。基督嘅宗教顯明佢嘅本身為一種賦予生機、彌漫滲透嘅原則，佢係一種活潑、持續運行嘅屬靈能力。當人心因屬天嘅真理同仁愛嘅感化敞開嘅時候，呢啲原則就必如沙漠入面嘅溪澗一樣，再度湧流，令到而家荒蕪不毛之地顯出豐饒嘅景象。今日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歡迎聽眾繼續收聽聽日嘅神中課。以馬內利。